你覺得人生意義係咩呢？生存，我覺得呢個地球所有嘅生物佢哋嘅最終嘅目的都係能夠生存。如果你連生存嘅條件都保障唔到嘅時候，邊有後期嘅生活呢？咁所以生存係首要嘅條件。當你能夠生存嘅時候，先至慢慢去滿足生活嘅條件。你有冇一句座右銘扛喺身度，成日提醒住自己呢？言多必失，越講得多就越容易講錯嘢，所以我而家決定唔講嘢啦。你頭先一講嘅時候，的而且確呢句説話擺喺我嘅人生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，因為我第一句已經即刻諗翻呢一句説話。你往往未必能夠掌握到全面嘅資料啦，你就去作出一啲嘅評價，咁好容易會產生一個唔正確嘅效果。咁所以言多必失，可能就係形成我自己本身比較少講嘢嘅一個性格。你覺得你自己仲有冇夢想呢？我冇乜夢想㗎啦，已經。我將我所有個人嘅夢想、希望、願望都擺喺我女身上，希望佢能夠身體健康、開開心心咁樣去過佢嘅人生，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。所以唔好問我想唔想佢入行，諗住佢第時做啲乜嘢，做乜嘢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佢能夠開心。舒服做翻自己。有冇啲説話想同我哋呢一代講？當你要去表達一個嘅意見，或者當你表達你自己嘅想法嘅時候，諗清楚啲先至再去表達。唔想講嘢嘅時候有咁多失誤呢，就三思而後行啦。三思而後行。有冇啲咩人生建議都可以分享俾其他？